受到丹那市风台影响，台南市有9万户民体厝顶风吹歹去，其中有袂少是用旧砖瓦所起，有特殊的历史风貌。若是透过铁皮厝顶重建，相当可惜。因此，文化局推出旧瓦媒合平台，帮助灾后修缮。同时，找到更加侪专业师傅来修复传统建筑。台南的老屋，事实上应该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怎么样去因应未来的这种极端气候的一个变化？那传统老屋的一个修缮人才如何透过这一次的一个状况，能够有更多的匠师可以来进行未来的协助。这项服务是灾后修复计划的重要环节。这唔那是修厝，更是替环保尽一份心力。距离风灾已经过了2个月时间，台南市政府嘛连续召开2个月的风灾复原工作记者会，向各界说明灾后复原进度。从中央跟我们地方共同协力来处理整个丹那市风灾的一个灾后复原状况之后，其实呢，包括整个跟修缮有关的一些相关的作业的进行都非常的顺利，所以现在目前大概其实灾区秩序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哈。目前修缮作业已经进入尾声，媒合修缮总计977户签约，有678件已经修复完成，恢复正常生活。针对灾区民众发放的维助金额超过12亿，已经是100%完成。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